誤解喺現代生活中嘅實踐，從規範到護身心嘅智慧。佛陀教導弟子們受持誤戒，唔係要建立一套道德審判嘅標準，而係提供一條令我哋身口意趨向更加清淨而安穩嘅生活指引。如果講制戒嘅精神係護持，咁樣誤戒其實就係誤導嘅圍欄，佢唔係阻止我哋嘅自由，而係防止我哋喺情緒、慾望、習氣入邊失足，傷人又傷己。從一個更加深層嘅層次嚟睇，誤戒唔係5條彼此獨立嘅規範，而係一套完整嘅護身心嘅系統。當一條戒被忽略嘅時候，往往會牽動到其他戒嘅鬆動。反之然，當正念能夠穩穩咁去守住，其餘嘅戒行自然能更加容易成就。所以持戒唔係道德上嘅表現，而係一種對自身負責嘅生活選擇，令到我哋能夠喺紛亂嘅環境入邊，仍然能夠保持清醒同埋安穩。喺現今呢個社會入邊，生活節奏咁急速，誘惑咁多，誤戒唔單止冇過時，反而更加顯出佢嘅智慧。我哋嘗試從制戒嘅精神出發，睇下誤戒點樣喺日常生活中得到具體嘅實踐。第一，不殺生，從唔奪取他人嘅性命到唔傷害。不殺生嘅核心就係尊重生命，培養慈悲。現代人或者會覺得我冇直接去殺害動物或者其他人嘅生命，但係傷害早已轉化成更加隱蔽嘅形式，例如語言暴力啦、網絡嘅欺凌、冷暴力、漠視他人嘅痛苦。喺家庭入邊一句失控嘅責備，喺職場上一次公開嘅羞辱，喺網絡上一段嘅嘲諷留言，都可能喺其他人嘅心目中留下一條不可磨滅嘅傷痕。不殺生嘅現代實踐就係學習喺情緒升起嘅時候先停一停，俾慈悲去介入，少一句刺傷人哋嘅說話，多一句嘅理解同埋包容，就係最實在嘅護生。喺生活入邊，慈悲往往體現喺細節當中。係咪能夠趕時間，願意去停一停，讓下路？當意見不合嘅時候，係咪會選擇降低佢嘅聲量，而唔係提高我哋嘅聲量呢？見到別人有失誤嘅時候，係咪先畀個空間，而唔係立即去定佢罪啊？唔殺生呢條戒嘅修行，好多時候唔係一定要極端嘅惡，而係從學習日常生活中，我哋嘗試唔好被傷害人呢個行為去繼續去擴散。第二，不偷盜，唔佔便宜嘅清淨。偷盜唔局限係財物。喺現今呢個社會入邊，最常見嘅就係無形嘅偷盜，例如偷時間、偷信任、偷功勞、偷資源。好多時候，偷盜嘅背後唔一定係出於貪心，而係源於一種嘅不安。
我哋好怕落後，好怕吃虧，好怕自己唔被人睇見，所以想攞得多一啲，多佔一啲。當我哋能夠回歸到去知足，清楚自己嘅真正需要嘅時候，偷盜自然會減少。無故嘅遲到、爽約，其實你都係偷走別人嘅生命時間。抄襲、盜版就係偷走人哋嘅心血。喺團體入邊推卸責任、搶功勞，就偷走人哋應該有嘅尊重。唔偷盜嘅精神，其實就係在於不逾矩，同埋一種嘅知足感恩嘅心。當一個人願意守時、守信用、清楚目標、引用嘅來源，仍願意將功勞去歸於返應該有嘅他人嘅時候，其實呢個就係累積最穩健嘅福報。人家對我哋嘅信任，不邪淫，尊重界線同埋承諾。五戒中嘅不邪淫，重點唔係要我哋抑壓我哋情感，而係唔以我哋慾望去傷害其他人嘅關係。喺現代呢個現今嘅社會，誘惑往往唔係直接嘅，可能係透過孤獨、透過壓力、透過酒精、透過一啲數碼媒體，慢慢去浮現出嚟。不邪淫嘅現代實踐，就係對界線度保持清醒，尊重伴侶嘅承諾，唔介入他人嘅關係，唔利用權力或者利用利益去換取親密。網絡時代係需要建立有數碼嘅倫理，唔索取、唔儲存、唔轉發私密嘅影像，避免進一步嘅放蕩而造成長遠嘅傷害。好多時，多數嘅越界行為並非源於激情，而係源於對內心未被照顧嘅孤單同埋疲累。如果能夠喺感情同壓力嘅出現嘅時候，先睇清楚自己內在真正嘅需要，好多時錯誤其實都可以發生喺之前被化解。真正嘅清靜唔係去否定親密，而係從親密嘅關係入邊建立一個更誠實、互相尊重、責任之上。不妄語，讓言語成為我哋嘅橋梁。不妄語唔一定淨係指唔講大話，其中其實仲包括咗有不惡口、不兩舌、不綺語。喺一個資訊爆炸嘅年代，語言嘅力量會放大，一次嘅轉發，一次嘅失實嘅指控，都會造成一個無法挽回嘅傷害。喺現代生活入邊，持不妄語戒，其實就係我哋談及所謂嘅資訊倫理，唔散播未經證實嘅消息，唔操控話題，唔利用恐懼或者情緒去影響他人嘅判斷。喺家庭同人群當中，少啲指責式嘅語言，多啲去表達感受同埋需要嘅方式。溝通回到理解，而非對立。當語言唔再係武器，而係橋樑嘅時候，關係自然就能夠被修復。有時候唔妄語，亦係意味着懂得沉默。
當情緒高漲嘅時候，資訊未清楚嘅時候，我哋選擇唔表態、唔轉發、唔評論，本身其實就係一種負責任嘅修行。不飲酒，守護正念之門。第5條戒嘅關鍵在於不令心去失念。酒精會削弱我哋嘅覺察力，令到人更加容易破戒，所以佛陀以此嚟保護正念嘅防線。放諸於今日，唔飲酒嘅精神就係提醒我哋嘅覺醒，一切令我哋麻痹成癮嘅所有行為，例如濫用藥物、沉迷賭博、色情、過度嘅滑手機同埋短視頻，呢啲都可能係不知不覺間會耗盡咗我哋嘅專注力同埋我哋嘅生命力。喺現代社會實踐5戒，其實就係建立一個清醒嘅生活習慣。我哋向住一個無酒嘅社交，設定一個數碼界線，為身心保留一個真正休息嘅空間。當身心都能夠清醒，前4戒就自然容易守護。好多時候，成癮嘅行為背後其實都係想暫時逃離壓力同埋空虛。當我哋能夠為生活保留真正嘅休息，而唔係靠去麻痹去撐過每一日嘅時候，正念自然就有機會返嚟。結語：5戒唔係一啲古老嘅禁戒，而係對現代人安心立命嘅智慧，去提醒我哋少一份傷害，多一份慈悲。少一份佔便宜，多一份誠信；少一份放逸，多一份清醒。當戒唔再係唔能夠做啲乜，而轉化成係令到我哋點樣可以生活得更好嘅時候，佢就會變成通往自由、通往安穩嘅道路。所以喺現今社會入邊，當我哋往往習慣追求效率、成果、即時反應嘅時候，我哋好少識停落嚟問自己，咁樣嘅生活係令到我哋越來越清醒，定係越來越疲累呢？5戒提醒我哋喺每次選擇之前，多一份覺察；當每一次發洩情緒之後，多一份嘅反省。呢啲唔係追求完美，而係令自己一次又一次咁回到初心，回到唔傷害嘅方向。